日本三井不动产集团开超过30亿，在台南高铁特定区所打造的大型购物商场，第二层试营运以后，25号正式开幕。当时全力推动出行的副总统赖清德2天前出席动土，上午嘛专程南下剪彩，见证台南拼经济，气氛热热。3、2、1，请剪彩！明治Outlet Park 台南正式开幕，明治Outlet Park 台南 Grand Open です。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恭喜，祝福开幕圆满成功，生意兴隆。Outlet 的这个开幕也代表了台南跟日本的关系会更进一步的加强。因为我们台南的观光客第一大外国的观光客就是日本。因为台湾在国际上跟日本渊源最深的是台湾，可是，在台湾的22个城市里面，跟日本关系最密切就是我们台南市。我们台南的食衣住行很多文化，其实也深深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所以未来不管是在半导体产业、观光产业，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商务的发展，其实都可以更加的精进这样的一个投资建设呢，在台南的这个双引擎南科跟沙仑这个地方呢有了生活机能这是对整个地区的发展招商的工作甚至于居民生活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贡献。受疫情影响，跨国较无方便，所以该公司董事长伫日本录音报送，感谢各界支持。开始伫政府甲民间的合作，高铁特定区的全力推动之下，现在Outlet启用嘛等于是成果展现。据了解，这座商场已经是该企业伫国内第3座，欢迎台南的前景，使人期待。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